家好，我是生活要实验的 L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厌世不厌世的 B。L， 你知道吗？泰国啊，去年度啊，它是全球观光景点的第几名？不知道哎。正常，一般来说没有人知道。它是全球第4名，总共有3900万人观光人次，而且连续8年都在前5名，有没有很厉害？那台湾呢？台湾呢，它没有很差，大概排在中段，37名。四舍五入的话，一年2019年一共有1200万的人次，那算不错吧。但是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2020年下半年，台湾成为全球第1名的热搜景点，是因为境外引入吗？我想他们应该是要来台湾买口罩之类的吧。像泰国这样的观光景点这么厉害的一个国家，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学生应该留在他自己的国家读书，而不是来我们台湾读观光？这我不太清楚哎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有请到那个来自泰国的留学生吗？对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位来自于泰国，在台湾读观光学系的这个 Polly。那我们现在欢迎他出场。对 ，Polly 呢，今天特别他现在已经在台湾上班了，他今天特别的为我们请了假来做一个这个录制。那我们为了缓解刚刚像我这么紧张的一个状态呢，所以我们要来玩一个小游戏。基本上以后每一集都会一样，都有个知识的规则。好，那就是在2分半里面回答31个问题。OK，有31个问题，然后在2分半里面回答完就不用被罚球。但是如果一旦超过2分半的话，就是这几个问题会进行完，但是超过每10秒钟是你的胜。这个奖，就每10秒1杯胜。对，每10秒，多余的10秒都是换做1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我们要开始喽！好，预备，起张 ，Ready Go！ 你会说中文吗？会好，不要看题目哈。你来台湾多久？看镜头。 4年了，好，你住台湾哪里？桃园、你是什么星座的？双子座，台北哪一区你最常出现在玩？西门町，西门町。喜欢台湾的冬天还是泰国的夏天？泰国的夏天，你喜欢酸甜苦辣哪一个口味？酸嘛，酸。好，喜欢餐厅还是喜欢路边摊？看心情。看心情。哦，这个要喝哦。那喜欢珍珠奶茶还是泰式奶茶？当然是珍珠奶哦，很会说话哦。榴莲还是臭豆腐？茶，榴莲，那泰式打抛猪还是台式打抛猪？它也是打包猪，那你喜欢去酒吧、咖啡厅还是手摇饮？手摇饮，手摇饮。那你喜欢喝什么手摇饮？珍珠奶茶吗？对，我们不能打广告，不好意思。低调。喜欢台湾什么食物？汤包吧，小笼包。对小汤包。最讨厌台湾什么食物？臭豆腐，那么好吃。你喜欢嘟嘟车还是小黄？小花那你喜欢 Netflix、YouTube 还是爱奇艺，YouTube， ？YouTube。你最喜欢的泰文歌是什么？时间在流逝哦，国歌也可以啊。随便想得到什么。国歌，那哼一句。有一种悲伤，有一种悲伤。有一种悲伤。泰国的泰国歌，太紧张了。泰国歌，快！泰国歌吗？Roy 嘛，唱一句。อยากให้ฉันรักเธอไว้เลย OK， 你最喜欢的台湾歌或是英文歌是什么？就有一种悲伤，有一种悲伤，会唱一句吗？会。来一句。有一种悲伤，好，你有一种悲伤，可能在。你在台湾有另一半吗？有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打工认识的，不错。你的第一句会说的中文是什么？这个多少钱？杀价用，用一个字或用一句话形容你对台湾人的印象。害羞，害羞。结束了，时间到。那个我来算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们总共呢还有8题，但是2分半钟已经结束了。但我个人觉得，身为一个留学生，才来台湾3年，工作1年，这样的时间已经算中文不错了吧？那我跟 L 呢会陪着他喝一杯 ，Cheers。那我们刚刚在从快问快答里面已经知道，Polly 来到台湾，其实他已经
有打工过，对不对？你打工的时候认识你男朋友，然后你在台湾读书是读了什么样子的学校？我在桃园读一个观光学校，对，观光学校这样。总共几年3年。？3年的时间。那你为什么当初会来台湾念观光呢？为什么不是留在泰国念观光呢？我那时候只是一个想法，是想出国，想出国来台湾很适合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想学更多的语言，就是中文这样。是，全球都要学中文。是。可是最适合学中文应该就是台湾，安全又好天气。所以你是在泰国就学了中文呢，还是来台湾学中文？来泰国的时候有学一点点，就是基本的吃什么啊，水果也学，就是很基本，就是来台湾没有用的那种。所以你们泰国也会教中文，对，也会教中文这样。那在泰国这样学中文学了多久的时间？半年。半年吗？那你半年，然后就来台湾读大学？对。我们台湾大学生要是中文不好，是不是应该很该知道区你最常出现的请在玩？真的，我还有朋友是连啵啵么啵都不会，啵啵么啵不行的。我没有喝一下。那你现在传简讯是用拼音？对。在台湾啊，有很多的学生他想要进台大啊、清大这种高排名的学校。泰国的大学是想要念名校吗？一样。这样你都在曼谷，很远，离我的家。我住清迈的附近，它叫哈腰，你说拍腰吗？不是哈腰。假设曼谷在这，你的家乡在哪里？很远，就是上面那个地方吗？对。好，假设你都知道，泰国大概有几间大学？你会不知道台湾大概有几间？那你还是要问人家发笑。这个节目好硬啊 ！Oh my god！ 要好好思考，要问错答错就。那不然换你问。希望我问是不是？好，那因为呢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泰国跟台湾其实很多人都会搞错。对，很多人他会觉得，我知道台湾，可是他们讲出来都是泰国的东西。对，那我想要问你，你本身是泰国人，你觉得台湾跟泰国最大的落差是什么？第一个应该就是菜嘛。因为我们刚刚有问到打抛猪嘛，那差别到底？台式打抛猪跟泰式打抛猪差别在哪里？泰式的比较辣，泰式比较辣，对，没有加番茄。台式的有番茄，所以台式没有番茄，台式都湿湿的。对，哇，那我好像吃了台式打抛猪大概有30年。吃了台式打抛猪其实叫做肉燥糕。哦，所以我一直被洗脑这件事情。这里面加了一些罗叶什么之类的，罗勒之类的。因为我们要用打抛叶，不是9层。是第一次听到，然后我们终于就是清醒了这件事情。其他才叫打抛猪。那你们有打抛牛、打抛鸡吗？有，也有，都有。就是用打抛叶去做的所有东西叫它打抛。没错。有打抛奶茶吗？没有。可以卖，知道吗？可以卖。要把我们未来的那个 idea 讲出去。台湾的学校的学生跟泰国学校的学生，他最大的差别比较害羞。我们两个不会害羞啊，我们是腼腆、内敛。怎么都你的反应？为了了解这个尴尬，我直接问下一个问题：你多久交到一个台湾的朋友？快2年吧。2年。2年才交到第一个台湾的朋友。对，因为他们都只能跟我打招呼，因为他说我是朋友。台湾人，你们要注意一下，欢迎你们。你们在泰国读书跟台湾一样都要穿制服吗？都要穿。几年级开始？我们都是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制服。大学也有制服。那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不一样啊？比如说桌椅啦，还是厕所啊，还是洗手台啊？我们在台湾也喜欢放洗手台在外面嘛。可能厕所吧，厕所就是没有那种蹲式马桶。对，泰国没有蹲式马桶。对，应该很多地方都没有蹲式马桶，应该是台湾的品牌。台湾品牌。那蹲式你很困难的地方是为什么呢？可能很多事情就是因
们可能没有那个吧，那个喷的那种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喷对，可以喷水。对，一个这样。对，眼镜蛇是吧？你们没有，我们在台湾是没有不是每一个厕所里面都会放一个喷头。对，只是偶尔可能就是方便打扫的人才会看到一个，不过那在高铁上面才会有，学校好像都会有。对，基本上我们的喷头是拿来清理厕所，那所以你们通常都用那个喷头干嘛？洗澡。你说上了厕所这边洗澡这件事情吗？冲屁股，屁股哦，冲屁股，然后可以洗一个厕所这样。所以你们每一次上完厕所还要帮人家洗厕所？对，就是自己弄脏这件事。比如说那个来啊，滴了一滴。然后又冲一下，就冲一下这样子，这么先进。对，是每个学校都是用喷头吗？还是大概会用还有其他的方式，比如说水瓢啦，或者是旁边放一桶水啊这种？都有，对，都有，就是一定会有水在旁边。Oh my god！ 所以你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？找不到，说直接用手。还蛮困难的，就不好意思，有时候就用自己擦。哇，你们很，所以你会觉得台湾很脏？这个不好说。喝一杯再说。谁喝？他喝一杯再说。这杯。所以应该是说泰国，假设我们也去旅游，那我们在那边假设上厕所，男生我们是不知道啊，但女生如果上完厕所以后，也要照着一样的习俗，用喷头稍微的清理一下地板。你要不要自己清自己就算了，没关系，但地板要稍微的冲一下或喷一下，这样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观念，我觉得台湾人可以学习这个。是啊，在台湾找工作很难吗？很难。找多久？我那时候还毕业之后就已经慢慢开始找了，所以找了大概2-3个月。哎呦，不错哦。2-3个月其实还好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台湾有些状况说，你搞不到1年你都找不到工作，或甚至半年到1年。对啊，我们本身台湾人自己在这个上面。其实我常看到学生的履历上面有半年其实是空的，并没有工作，他并不是一毕业就立刻去工作了。所以你其实不错了，就是一个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等下录下去哦。是透过什么东西什么软体吗？还是什么东西去找到台湾的工作104。所以你们也是用104。4个1。对，你现在这个工作薪水够你每个月的花费？是 sales 销售员。sales 的中文不然他中文蛮好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是中文的。真的，怎么来台湾4年？我们到美国4年，好像可能 conversation 还有点问题。然后，因为台湾的大学生其实常抱怨说台湾的薪水不够用。那就你的观感来说，台湾的薪水够不够你在台湾生活？毕业没多久，对，算刚刚好，没有到。常听到的是我们一毕业觉得起薪太低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好像突然有点放，我是醉了吗？你刚刚应该是喝太多笑，疯了，好热。其实我眼睛一直在起雾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有点放空。好，回归正传，就是我们让 L 继续放空。对，我有认真在听，可是我脑袋突然变慢，你知道吗？眼睛都是雾，是热笑很热吗？好，来，你觉得够用？那是因为因为你住桃园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刚刚好，真的是刚刚好，预算没有到多， OK，不用买包包啊，或是衣服那么多，就应该可以。你穿的衣服也很好看，都没有钱，就自己搭配。对，没有错。哇，因为你就是很可爱啊。那我们继续回归正传啊，就是好，你觉得你薪水够用？那你觉得你在泰国的薪水跟台湾的薪水比起来，你觉得在台湾的薪水会比泰国高吗？对一个大学生刚毕业来说，台湾的比较高，台湾的比较高，高的快1万。我们现在泰国是大概已经1比1了嘛？对，这不错。会想要继续留在台湾吗？你可以在台湾留多久？
好像10年以上吧。 10年以10上，年，没有结婚的话10年以上，她有男朋友吗？现在有男朋友娶了她，就永远在台湾，说永久居留，永久居留。变成一个台湾人。我们会把 L 的那个 IG 放在这边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去观看她在台湾的生活。那当然就是她现在是有男朋友的状态，请不要拆散人家 ，OK？ 不是，哎，你说你把我的 IG 放在这边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讲 L， 你讲 L， 你喝醉了是不是？那个 Polly 的 Polly， 我会把 Polly 的 IG 放在这里。对，好，我们要罚酒。你知道我们的经纪人替我们要罚酒，这还有继续是吗？我讲更当个主持人才可以。哎，这你吓到我，想说我没有要真有啊，你干嘛突然罚？你刚为什么不阻止我？我以为你要评论我啊。好热。对，我们会把 Polly 的这个 IG 放在这边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去follow 他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是在泰国，然后会讲中文，在学中文的泰国学生呢，对于来台湾很有兴趣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私讯他，问他说当初是怎么进来的啦，或者是他在台湾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，就让我们的 Polly 成为台湾大学生读观光系的一个大代表吧！大家鼓掌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按分享，然后点阅，这样还有一个小铃铛，这样。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